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智者不惑啊！咁啊，同樣地，今日我哋揾咗我哋嘅老朋友 Wilson 啦，陳鳳祥博士過嚟。咁啊，今日咧，全世界咧都打到飛起喎！啊，陳博士係咪啊？咁啊，我知道咧，阿陳博士嘅背景係咩咧？就係研究我哋香港嘅中國嘅一帶一路啦。咁另外就係有關中美貿易戰咧，你都係花咗好多心思喺裏邊嘅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其實今日問呢個問題最好嘅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嘅題目係咩咧？就係話中美貿易戰同埋關稅咧，對我哋啦、全世界啦，以及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嘅影響嘅。咁啊，先講下而家嘅情況先，係咪啱啊？咁啊，陳博士對而家嗰個情況有咩睇法啊？當然大局個個都受傷，你話冇受傷就係假嘅。究竟傷得幾重、傷得幾嚴重，同埋傷嘅過程都有機遇嘅。咁點揾出嚟呢？而家唔知傷唔傷啦。咁但係世銀咧，佢有個報告，佢話只要美國加 10% 咧，即係10%嘅一個關稅咧，全世界嘅 GDP 就要跌0.3%嘅啦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根據而家特朗普總統嗰個建議，佢嗰個關稅建議咧，咁啊真係今年好大件事喎。回覆你嘅答案咧係長、中、短，揀邊一種？美國係世界上嘅龍頭，戰後一路到今日都係嘅。你想超越佢咧係難嘅，包括歐洲曾經想超越美國嘅，成立所謂歐元啦，喺2000年嘅時候，嗰時候野心都好大。美國嘅江湖地位嘅大佬，以至歐洲嘅配合，其實全部都落。其實有啲地方會跌得更加傷，因為你高位落嚟多嘛。咁你中國同我哋而家香港地方會受傷啦？點會唔受傷啫？不過有幾重，所以長中短呢，香港某個程度上機會比任何地方仲多。不過好多人睇唔到。咁啊，由於呢個貿易戰之後嘅時間咧，就知道啦，突然間話連小包裹又要加稅又成啦嚇。我哋第一季咧，原來個數字咧都幾嚇人嘅喎。我哋嗰個轉口貿易跌咗28%喎，嗰個嚟睇咧。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咪對香港係咪真係有直接嘅衝擊咧？咁要留意，香港有個處理咧係同世界上好多地方唔同。香港不嬲都冇關稅，香港亦都冇反制美國。咁所以如果你話成個地區要買美國貨咧，有反制嘅自然會撳低。咁呢個中國內地啦，咁你香港冇啊嘛，所以你到香港就喺香港買就冇稅嘅問題啦。咁你話香港蠱惑又得，香港嘅定位清晰亦都可以。我覺得就好聰明啊！呢個鋪真係。咁仲有頭先我所講嘅，你講個數字跌咧，係我開場白，點會唔跌？全世界都會受傷嘅。爭住一跌嘅過程，你係咪比人哋冇咁重咧？仲有一樣嘢，如果香港你講轉口，有冇留意全世界嘅貿易板塊？我哋數第一最大嘅市場係美國，第二嘅就叫歐盟，呢個盟啊嘛。咁呢兩個都係代表咗香港過去嗰20-30年一個非常重要嘅佔比嘅。有冇留意頭先所講嘅歐洲、美國佔比好高嘅，其實而家好低嘅啦，得返10% 都冇美國。10% 排位係乜嘢呢？係排喺東盟、歐洲之後，後面好大一個經濟體或者唔大經濟體，一個冇人睇嘅市場，嗰個係非洲市場，有5點幾個 percent，美國9點幾仲繼續落，但係而家冒升嘅非洲市場呢，原來完全冇供應嘅人才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嘅機遇啊！我講非洲都完咗啦，去翻排第一嘅，講緊16% 嘅東盟，香港都冇幾多個人咧識東盟市場。問下而家香港每一間大學有邊個教授教緊東盟認識佢嘅遊戲啊？都係仲講緊美國市場、歐洲市場、英國市場。其實喺香港上面嚟講，我哋之前就由一個貿易戰啦，有一段時間咧，我哋嘅人民幣都幾大壓力嘅。咁我哋嘅離岸人民幣都扯得幾低，有一段時間啦。咁啊，香港作為全世界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嘅話咧，咁其實呢一個對我哋將來喺呢方面，我哋有冇一個所謂機遇喺度咧？絕對有，因為人民幣係好低調地繼續向前走緊嘅。咁我諗要留意多個 term 添，社會講美元，跟住美元會慢慢冇美元啦，跟住就出現咗你講人民幣，其實中間仲有一個 term 嘅，叫本幣。咁呢個本幣嘅特點咧，就冇美元，可以用咧印尼貨幣、香港貨幣或者叫做人民幣。咁呢個過程咧就去美元啦。咁去美元其實東南亞做得好犀利嘅，虛擬嘅網上世界，東南亞係最值得做。你話實體美國係一個大陸，東南亞係一個島國，或者東南亞係好多島國。呢啲地方聯繫就靠呢一種嘅虛擬嘅金融。咁東南亞亦都見得到咧，係不停冒升緊。回應你個主題啊，人民幣定係話美元定係本幣咧？東南亞係做得好出色嘅本幣，而且係連續幾年咧係高調地做緊咧
本幣交易，就避開咗美元。講個本幣係講跨國跨地。好啦，咁我就問你一樣嘢啦。咁呢件事其實俾到香港有咩機遇？香港人應該點樣去把握呢件事？呢個人民幣係屬於 CNH 定 CNY？喺香港啊，當佢係 CNY 先啦。香港一定係 CNH。不過其實今朝早我先喺內地翻嚟，咁呢個銀包喺袋嘅時候咧，呢一張就叫做 CNY。咁幾個鐘頭之後變咗 CNH，咁點解咧？香港如果拎住呢個 CNH，唔係我今朝早嘅 CNY， 今朝早嘅係有外匯管制，今朝早有今朝嘅利率。但係如果嚟到香港就叫做 CNH， 冇外匯管制。冇錯，咁呢個就係香港嘅優勢係咪？即係用一個離岸人民幣係咪？香港最多人民幣嘅資金最多呢一個嘅資金，所以咧其實咧全世界嘅人民幣咧都可能好大機會要透過香港去處理。而且人民幣有現金，亦都可以有金融工具、債券，亦都有存款、貸款。但係更加關鍵嘅，大家等緊一個普及性嘅人民幣保險，因為美元長線係見到唔安全。因為我買保險唔係買聽日嘅保險啊嘛，係買我10年、20年嘅保險。見到個貨幣唔安全，你仲俾我呢一個美元保險，或者港元掛鈎嘅美元保險，或者港元保險，我係好期望業界能夠更加多嘅10年、20年、30年嘅人民幣保險，呢個先係保障到同埋扮演到香港嘅獨有角色。好啦，咁除咗我哋中間我哋嗰邊嗰個離岸人民幣呢個係機遇，有冇其他機遇香港？有數唔晒添㗎啦。嗱，點解數唔晒咧？因為而家你講保險呢個角度好，講呢樣嘢咧，其實唔係單方面講保險噶嘛，因為要講緊好多專業嘅會計師啦，唔同嘅叫做 FinTech 啦，高科技啦，如果產生問題嘅要仲裁啦，有冇呢一個國際嘅調解院啦，出現咗啦？啱啱而家我哋就成立咗啦，係咪？呢個係國際機構嚟㗎，係啊，呢個唔係一個咩社會組織啊。如果有得呢樣嘢，亦都等於要多方面嘅提供配套。但係如果一講呢個調解院咧，佢個代表機構有嚟自印尼嘅，有嚟自非洲嘅，咁我哋嘅餐飲業多唔多呢一個屬於俾伊斯蘭教徒嘅咧？即係話嘅配套嘅產業咧，其實會由一個簡單嘅 product 衍生咗一個好長嘅產業鏈，唔同嘅需求，呢一個都係香港可以扮演嘅角色。咁啊，今日好多謝阿陳博士啊，上到嚟我哋第一 part 嘅啊，因為第一 part 我哋嘅節目，咁我集中講喺香港啦。咁啊嚟緊嘅時間咧，我哋多講咧，我哋喺中國大陸嚇，或者我哋全球嗰啲睇法，同埋咧我哋作為一個嘅投資者，咁我應該點樣去處理我未來嘅投資嗰邊個方向咧？好嘛？咁啊，下次再見，好嘛？咁啊，走之前咧，大家同樣地啦，俾個 like 我哋啊 ，OK，咁啊，同我分享俾我哋嘅朋友，好唔好？下次見，好，拜拜。而家咧，我哋嘅貿易戰咧，對我哋全世界嘅影響啊，美國要撳住你打就撳住你打，所以你話，哎呀，美國打科技戰，中國要好擔心，其實係要緊張。中美貿易戰幾時會完結啊？